沙咀道巴士站旁，低頭睇手機嘅母親，視線移向別處嘅父親。一架載住1歲男嬰嘅嬰兒車緩緩滑向車流不息嘅馬路。哇，睇真啲嘅 BB 車衝出馬路啊！唉，個 BB 飛咗出嚟噶嘛？呢段震撼全城嘅車 cam 影片，相信唔少觀眾朋友已經喺網上睇過。事發喺今日12月31號下晝大約2點，荃灣沙咀道近大鴻輝中心對出嘅一個巴士站。大家好，我係雞仔，歡迎翻嚟雞蛋仔頻道。畫面所見，一對父母推住一架嬰兒車等緊巴士，但係相信係媽媽嘅女士雙手正揸住部手機，完全冇扶實嘅 BB 車。而爸爸嘅視線就望咗去後方，冇留意到車上嘅嬰孩。就喺呢一剎那，架 BB 車突然自己扭前，直衝出馬路。01事發一刻，車 cam 下嘅驚魂瞬間。當時一架九巴243M 路線巴士正沿沙咀道左一線往葵涌方向行駛。巴士司機22歲姓莫嘅車長點都估唔到下一秒會遭遇職業生涯中最驚心嘅一刻。從流傳嘅車 cam 片可見，嬰兒車唔單止流出馬路，仲向前翻側，車上嗰個1歲多啲嘅男嬰成個人被拋出車外，面朝下咁重，摔喺柏油路面上。更加嚇人到心臟嚟一嚟嘅係，巴士已經駛到眼前，幾乎要撞向甚至點過跌喺地上嘅嬰兒。千鈞一髮之際，莫姓車長作出咗極速反應，佢立即扭軚閃避，並且急剎停車。真係要講句，全靠司機呢一個神級反應，先至冇將嬰兒捲入車底，避免咗一場絕對可以發生嘅致命慘劇。靈異事件後續，男嬰奇蹟生還，各界回應。警方喺下晝2點03分接報，意外中該名男嬰右手手掌流血，但好彩保持清醒，由救護車送往仁濟醫院治理。九巴公司隨後回覆傳媒查詢，確認咗事件，並表示車長已經即時作出閃避同停車，而車上嘅男嬰係受輕傷。九巴亦借此機會提醒公眾、家長同小朋友一齊出街嘅時候，應該要時刻保持警覺，特別要留意路面情況。咁多位觀眾，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如果當時巴士司機嘅反應慢咗半秒，或者佢當時有少少分心，今日我哋討論嘅就會係一宗完全唔同性質、全城哀傷嘅新聞。03安全漏洞，父母疏忽定係安全意識不足？影片喺網上瘋傳之後，可以話係引發咗全港網民嘅怒火同激烈討論，輿論幾乎係一面倒，狠批片中父母疏忽照顧、責任意識薄弱。好多網民嘅焦點都落咗喺維媽媽身上，指佢掛住睇電話而冇睇實個仔。有留言好尖銳咁話：停車唔鎖轆又唔 hold 車，掛住睇電話點做人阿媽㗎？害死個司機。亦有網民指出，基本安全常識，BB 車唔能離開自己手，一隻又好，2隻都好唔離開。呢句說話相信係所有照顧嬰幼兒嘅人嘅金科玉律。今次事件呢，赤裸裸咁反映咗幾個極之關鍵嘅安全問題。首先，喺馬路邊等車時，絕對唔可以鬆開手，無論係因為攞電話、放銀包定係整理衣物，任何令你離開嬰兒車把手嘅行為，都係將孩子置於危險之中。斜路同馬路邊緣更加係高危中嘅高危。其次，嬰兒車嘅剎車系統必須要用，好多嬰兒車都有輪子鎖定功能，喺任何需要停留嘅時候，無論幾短時間，都應該習慣性鎖上。片中嬰兒車係咪無鎖轆？呢個已經成為網民質疑嘅重點啊！最後，共同照顧者之間缺乏協調，片中父母同時冇將注意力放喺孩子身上，形成咗一個致命嘅注意力真空。帶小朋友出街，
大人之間必須要有默契，確保任何時候至少有一人嘅焦點係放喺孩子度。零四失靈嘅安全網，香港街頭嘅兒童隱患。今次事件亦都將香港街頭環境對幼兒潛藏嘅危險擺咗喺大家眼前。唔少巴士站嘅位置設計人行道狹窄，而且同車道之間幾乎冇任何緩衝區。只要 BB 車稍一溜前，就會直接進入車流。喺交通繁忙嘅荃灣沙咀道呢類主幹道，車速未必好快，但係車流量大，重型車輛多，意外一旦發生，後果往往係災難性。呢個唔單單係個別家長嘅問題，更係一個城市規劃同公共安全意識嘅問題。我哋社會係咪提供咗足夠安全嘅環境俾帶住細路仔嘅家庭？城市嘅設計有冇充分考慮到嬰兒車使用者嘅安全需要？定係我哋一直假設所有風險都應該由照顧者100%承擔？05社會回響生仔要考牌嘅憤怒與反思。事件引發嘅其中一個最大回響就係網上洶湧而嚟嘅生仔要考牌嘅批評聲音。有網民憤怒咁留言：如果俾段片個 BB 大個睇，會唔會憎過阿媽一世？呢種言論反映咗公眾對於為人父母呢個角色有住極高嘅期望同要求。養育一個生命並唔係天生就懂得嘅技能，但係最基本嘅保護孩子安全，避免佢哋受到可以預防嘅傷害，係咪應該係做父母嘅最低標準同本能呢？社會對於父母嘅支援同教育又係咪足夠？由產前講座到社區支援中心，我哋教識準父母幾多實際嘅育兒安全知識？定係我哋社會一直有一種諗法呢，覺得點湊仔女係你自己嘅事嘅。生仔要考牌呢，固然係一種情緒化嘅講法啦，但係背後嘅訴求好清晰㗎。社會期望父母係有責任感、有準備、有能力保護自己孩子安全嘅人啊。06巴士司機視覺馬路上嘅無妄之災啊！我哋亦要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巴士司機莫先生嘅處境，想象下你如常咁揸住部雙層巴士，載住一車乘客喺自己熟悉嘅路線上駕駛，突然之間一架嬰兒車衝出嚟，前面有個細路跌咗喺地，你嘅反應時間可能只有1秒，甚至更少。你嘅任何一個決定都關乎一條小生命、一車乘客嘅安全，同你自己嘅職業生涯。莫司機嘅專業同冷靜，值得我哋所有人致敬。但同時，呢個事件對佢造成嘅心理衝擊，又有冇人關心？佢會唔會因為呢次恐怖經歷而有心理陰影？甚至患上創傷後壓力症。駕駛者嘅安全從來都唔應該建基於行人或路人嘅零失誤之上，但現實係香港路面情況複雜，駕駛者經常要面對各種突如其來嘅狀況。呢件事又一次提醒所有道路使用者，無論你係揸車定係行人，時刻保持警覺，真係生死攸關。07安全指引帶嬰幼兒出街嘅保命守則。講咗咁多，我雞仔都想同各位爸爸媽媽、爺爺奶奶或者幫手湊小朋友嘅朋友整理翻一啲實用嘅安全指引。記住呢幾點，可能就係避免意外嘅關鍵。第一，手必須時刻緊握嬰兒車把手，呢個係鐵律。無論你係要單手撳電話、攞水樽，定係指手畫腳同人講嘢，另一隻手必須牢固咁握住嬰兒車。喺任何斜坡、馬路邊、人多擠迫嘅地方，更加應該用雙手。第二，善用嬰兒車所有安全設備，安全帶必須扣好，唔好覺得路程短就唔扣。每次停低，無論係等過馬路定係同人傾偈，都要習慣性鎖實車龍。檢查下你架 BB 車嘅剎車系統係咪操作正常。第三，選擇站位要聰明，
等巴士嘅時候，盡量唔好企喺最接近馬路邊緣嘅位置，可以將嬰兒車打橫放，用自己身體作為嬰兒車同馬路之間嘅屏障，最好係背向馬路等車，減少嬰兒車意外流前嘅機會。第四，同同行者明確分工。如果兩個大人一齊帶小朋友出街，要事先講好邊個主要負責睇實小朋友，絕對唔可以出現片中嗰種你以為我睇緊，我以為你睇緊嘅情況。簡單一句，你睇住 BB 先，我撳個電話已經可以避免誤會噶啦。第五，保持視野清晰，唔好將太多物品掛喺嬰兒車把手上，以免影響你對嬰兒車前方同下方嘅視線。遮擋物越多，你越難及時發現危險。08數字背後嘅警示，香港兒童交通安全現狀。雖然今次男嬰奇蹟般只受輕傷，但我哋絕不能輕視問題嘅嚴重性。根據過往資料，涉及兒童嘅交通意外，往往發生喺住所附近熟悉嘅環境，而唔係陌生嘅地方。家長可能因為覺得好快返到屋企，呢度我好熟，而放鬆警惕。今次事發地點正正就係當事人日常可能經常使用嘅巴士站。香港街道繁忙，人流車流密集，任何一秒嘅疏忽代價都可能係無法承受。我哋城市嘅節奏越快，我哋就越需要刻意咁放慢照顧孩子時嘅節奏，越需要多一份謹慎同專注。科技進步，手機功能越嚟越多，但我哋嘅注意力亦都被分割得越嚟越碎。湊小朋友需要嘅正正就係一份完整而持續嘅注意力。呢個矛盾係現代父母都要學習處理嘅課題。影片最後受傷嘅男嬰被送上救護車，網上嘅罵聲仍未停止。有人話生仔要考牌，有人感謝巴士司機反應神速。沙咀道嘅車流好快就恢復正常，好似咩都冇發生過。但係對於片中嘅家庭，對於莫姓巴士司機，對於睇過片嘅每一位市民，今日呢個驚險畫面，相信會烙印喺心入邊好耐。湊仔女從來唔容易，喺香港呢個石屎森林，湊仔女更加難。我哋可以鬧片中嘅父母疏忽，但更應該從中學習點樣為我哋嘅孩子築起更堅固嘅安全網。